成人之美，美育长随；助人为恶，恶名不离。明白因果，就不怨天；了解自己，就不由人。广心静书。成人之美，美育长随。如果我们能够帮助别人，给人正能量的话语，引导人往正向发展，让对方有良好的学习，我们帮助别人成就，美好的称赞也会常常跟随我们，让我们受到众人的肯定。助人为恶，恶名不离。一个人如果经常叫人使坏，让人心中怀有恶毒的念头，或是叫人对立，他对你这样，你就报复他，不要怕，我给你靠。这种人是坏人。我们是见人要和谐，哪里有说一定要斤斤计较呢？你助人为恶，你在外面的名声也会糟得一塌糊涂，臭名远播，一定要小心。明白因果，就不怨天。这辈子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，我们没有资格埋怨，因为这些都是因果。你要了解，没有过去的因，就没有今天的果报；没有前世的因，哪里会有这辈子的果呢？你为什么会碰到这个人？为什么你会遭到朋友的陷害？为什么你会成为这对父母的儿女？为什么？这一切都是因果啊！当你明白因果以后，你就不会怨天了。有的人会想，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？为什么要对我这么苛刻？别人住得好，受的教育好，娶的妻子也好，家族事业又那么富有，为什么这些我都没有？你都很嫉妒，很羡慕，但是你不知道，这一切都是在因果当中。今天这个人有财富，是源于过去肯布施贫苦；今天这个人有美妙的音声，是源于过去时常赞美别人，称赞如来。反观自己，我们过去的因若是不干净，没有种植善因，这辈子的果报自然就是如此。我们怨不了别人，所以一定要注意，明白因果，你就不会去怨天。了解自己，就不由人。我们对自己要了解，我们凡夫众生本身就是一个能力很薄弱的人，智慧很肤浅的人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自己的习气很重，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，这些我们都有。自己的毛病自己最清楚，就算有再好的伪装，也无法对自己隐瞒。人无完人，本来世间人都各有优缺，自己也不例外。当我们了解自己是属于这样的人，就不会去埋怨别人。别人怎么对不起我们，或是事情办得不圆满，我们不去埋怨，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也不是完美的啊。我们有什么资格去责怪别人呢？
我们一定要去检讨自己，关照自己，修行才会日日进步。别让别人的缺点障碍了我们的眼睛，扰乱我们原本清净的心灵。我们如果时常自我反省，不与人计较，欲望减少了，烦恼自然会断除。那我们就是一个内心清净光明的人。南无阿弥陀佛。